你下去吧，我跟夫君有事商量，不用伺候了。如今这丫头怕是不能再当丫鬟使了吧？明天我给夫君再新找几个来。哎呀，咋不能使唤呢？今天无非就是给她换了件衣裳，夫人多心了啊。妾身可没多心，怕是夫君有什么心了吧？没有，真的就是件衣裳的事儿。好了，我给夫人赔罪了。赔什么罪啊？二女是妾身让她回来的，这事儿我早料到了。唉，明天我再多找几个丫头过来，给她也备一个吧。啥意思？她的意思是说，不想后宅再来丫鬟。这丫头从小跟着妾身长大，别看她平时不说话，一副傻模样，这心里面啊贼精贼精的。她的意思啊，妾身全都知道，夫君别被她蒙了。我刚还跟夫君商量呢，如今啊，怕是不能再使唤你了。明天我去多挑几个丫头来，给你也备一个。不找丫鬟怎么办？难道还使唤你？这不合情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找几个丫鬟住在倒座房，有什么事儿喊她进来？就你鬼心眼多，我也嫌人多了烦，怕丫鬟们起坏心。二女啊，你快去烧水吧。啊，我洗完澡好睡觉了。你别睡，我有话问你。哎呀，有什么话？你们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。别睡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不起，起来，起来！夫君，夫君昨晚没碰二女吗？你咋知道？这还瞒得了妾身？夫君刚才的表现，全都告诉妾身了。那就请看我再一次的表现吧。这个生产销售可是至关重要的环节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尤其是这个财务，一定要安排我们自己，盯紧陈家的人，避免其舞弊现象。俗话说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哎，夫君所言差矣，都是一家人，何来的贼啊？啊，是，我刚才说错了。让胡先生当总会计师，尽快安排约见陈老四女士。瞧你俩那蛇蛇蝎蝎的样儿，我妹妹至于害咱们家吗？至于那么提防？这个亲戚是亲戚，生意是生意，严格规范管理才能使两家继续愉快的合作下去。要努力的降低生产成本，保证生产质量，提高生产效益。这个效益提高了，就会促进大家的生产积极性，提高花露水的知名度，这样才能使陈王两家更加亲密。天上月圆，人间月半啊。月月月圆，逢月半。哎，马上又要到中秋了，夫人有什么安排？我看夫君因为球队跟花露水的事儿，忙得都没精力了。全府上下都在做准备，难道没看出来？没有过家乐福就是不方便啊。哪儿？哎，没什么。要不然明天我陪你上街去采购一些应景的物件。不用，夫君还是忙正事重要。哎，侯爷，您请。好，你忙呢。侯爷，这个地方啊，本来就是陈家的产业，但是根据侯爷您给的规划图，怎么着也得1个月才能改造完毕。二女说怕延误了，就领着工人们先制作了起来。没错，商机很重要，延误不得。还顺利吗？顺利。夫君，你看看，照这个进度，还有几天才能上市啊2天。出新货，必须出新货呀！900两，900两银子啊！这要是穿起来烤羊肉串，得烤多少啊？那夫君不如多放些银子吧，用到家里，在中秋节的花销。放啊！你们俩给我记住，
能花3两买货的人，绝对不在乎再花3两。我们做生意的宗旨就是，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。姐夫，哎，我找二女商量点事儿，这几天忙，晚上就住你家了啊。走了，二女。太没礼数了，都是我妈惯的，嫁不出去可怎么办？人家老四都不着急，你老跟着着什么急啊？这东西扔地里能长出来吗？能啊，就是结不出果子来。你要种它呀？俩人也不知道神神秘秘的聊什么呢。花露水能挣不少钱吧？不是你这也太跳跃了吧？花露水那边利润不错，钱叔说了，按照这样的行情的话，年底能过个好年。哦，咱府上已经很久没添置过东西了，等手上有了活钱，咱置办些吧。夫君的名声现在日益彰显，来府上拜会的客人越来越多，这也不能太寒酸吧？哎，夫君还没在府上宴请过宾客吧？哎，你一说我倒想起来了，你说秦玉这小子，一天跑我们家来8回。弄得程初跟崔章也天天跑我们家来凑热闹了。还有那个杜国公的长子，自从杜家蹴鞠失利之后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又听说我兵法如神了，然后这个3天2头的来拜会我，天天给我讨论国际局势啊什么的，快50的人了，天天给我称兄道弟的，我特别扭。哎，行啊，你想置办什么就置办什么吧。夫君，齐郡主在南山置办了一个园子，妾身应邀去过一回。那儿啊，冬暖夏凉，风景极好，实在是宴请宾客的好去处。妾身也想在南山那儿买一块地，盖个房子，这以后夏日炎炎的，夫君也好有个避暑的地方嘛。夫人打算的还真是长远啊。好，那就按你的意思来。反正园子这些什么东西呢，我可以算是一窍不通，就听你的。夫君一口答应，倒让妾身无地自容了。其实妾身想买园子是自己。哎呀，好了，别有顾忌。再说了，咱们家现在来往的宾客那么多，夫人呢又是巾帼文豪，要执文坛之牛耳，怎么能不弄个光鲜的地方招待客人呢？岂不是扫了夫人的面子？对不对？哎呦，我脸还红了，还，哎呀，疼！不是，你看，就我这个小身板，周围这10里8村的，谁不知道我是大病初愈啊？就算我是在世孙武，也不可能让我上阵杀敌吧？如今咱们大唐兵强马壮，他怎么可能招一个随时都可能意外捐躯的病秧子上沙场？再退1万步说，朝廷豁了老脸不要，他非得招我入伍，我不是还有一个身强体壮的替代者吗？既然秦玉求学心切，又有名将之志，我为什么不成全他呢？到时候有学生出面，他们也不会为难我这个当老师的了吧？原来夫君有这层意思啊！不止，还有呢。这学生我也不能随随便便的收啊，总得弄一个什么考核什么的吧。到时候分数肯定要差上那么几分啦，你懂的。1分收他500两银子，到时候他给我磕头拜师，我再收他1000两。夫君的主意就是多。还有更多的呢，夫人要不要给你展示一下呀？哎呀！你们听说没有？这秦家的长房长孙秦玉要拜深藏不露的兵法大家王子豪为师了。城里头谁人不知谁人不晓，他即将要拜在孙武的隔代传人，大唐开国的奠基者之一，战功显赫的王老侯爷唯一的后人，王兄王子豪门下。你们还真别说，这王家是一门忠烈，这子豪更是深不可测。哎，你们听说没有？那个足球赛真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大胜利啊！将门之后哪有犬子？是啊。怎么样？
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顺手了很多吧？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哎呀，之所谓万事开头难，现在呀，逐步走上了正轨，确实省力不少。哦，对了，侯爷，前些日子秦家少爷要拜师的事儿啊，那闹得可是满城风雨啊！您呐，更是名声大噪。嗨，这对咱们王家乃至咱们的生意，那可是百利无一害呀！那是，这个秦家放出风声，无非就是想让拜师的事板上钉钉啊。咱不用理他，静观其变就行了。哎，这快到15了啊！你回头跟工人们说，让他们放工之后都到家里来吃席。哎呦，谢侯爷，谢侯爷，谢什么？夫人，还有东西，我再去拿。快去！好的。侯爷，夫人，夫君回来了，辛苦吗？不辛苦，不辛苦。等下就吃饭呀。不急，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前几日夫君不是让我给亲朋好友送一些花露水吗？这些都是回礼。这么多啊？对呀，这其中啊，程家的最贵重。你看，这么翠绿翠绿的麒麟，多好看！哎呀，这个好啊，这个绿的真是，哎呀，翠绿翠绿，吉祥如意呀！这戴在头上是干嘛啊？哎呀，这是祥兆，祥兆。你放心吧，都在掌握之中。那收他当学生了吗？没有啊，我爹说了。啊？二女，这个是秦夫人送你的礼物，快打开看看。哎，别跑，别跑，过来，我也要看看呢。女人家的东西你看什么呀？什么女人家的东西？到了咱家就是咱家的东西，拿来我看看，快，拿来。好漂亮啊！来，我给你戴上。哇，太漂亮了！去吧，玩去吧。哎呀，快看这个什么呀，这么大的盒子！哎，这是我的，这是兰陵公主送给妾身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是送给你的呢？他又没说，就不能是送给我的呀？也对啊，公主好像邀请过夫君好几回呢，看来她跟夫君的情谊非浅呢。哎，好了，都是夫人的，都是夫人的啊！我就看看还不行吗？咱俩一块干。去年的中秋就没有看到月亮，想不到在大唐过的第一个中秋也是个阴天。会想，要是有支正经的香烟抽就好了。夫君叹什么气啊？怎么了？在等人吗？在等太阳啊！好好的一个中秋节，赶上这么个破天气，怎么赏月啊？夫君莫气，中秋节最重要的是跟家人在一起。走，我们去吃团圆饭。哎呀，夫君难受。难受就睡，睡着了就不难受了啊。好。难受。夫人，夫人，夫君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怎么不睡啊？累不累？不累，想说话。那我就陪你说说话。别动着。夫君，我不想在这儿说，我想去花园。这大半夜的，你不怕呀？夫君怕吗？有点怕。不过你要想去的话，我就陪你去呗。
看不清星星啊？被松树挡住了呀，就看不见了。你不是有话要说吗？我听着呢。要这样回去了啊？夫君，其实妾身原本有幸，夫君想听故事吗？你不是不愿意说吗？要是伤心的话，就别说了。妾身姓房，房玄龄是我爷爷。房玄龄，高阳公主的公公，被高阳公主连累满门抄斩的房玄龄吗？那你跟高阳公主什么关系？妾身是高阳公主所生，是房玄龄的孙女。除了哥哥，其他那些人都该死。好了，不哭了。那年妾身7岁，家里出事的时候，正巧跟哥哥出了门，才躲过一劫呢。好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啊。这大过节的，别哭了啊！你记住，现在你姓王，是我的夫人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吃饭，锻炼身体，快快长身体。啊。